帽子多了客家花布点缀和油桐花装饰，增添俏丽感，别出心裁。一块块客家花布要变成产品，幕后功臣就是他，卢瑞春。卢瑞春和员工分头进行，在桃红色的花布做记号，打算做一个大包包。要多用片，等他拿包包不很可能都低。你要做桐花休闲包，仔细丈量剪裁，20多年来如一日。卢瑞春拿起了电动裁缝刀，花布立刻一分为二。原本卢瑞春从事纺织业，民国76年面临产业外移，不得不转型。他决定投入文创事业，找油桐花当主角。我们的桐花季就像日本的樱花季，可以跟观光产业联合起来，所以我就跟客委会那边积极的配合去开发油桐花布。幸好有客委会帮忙，卢瑞春成功转型。每当灵感一来，赶紧把图样画下来，就随性啦。我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，像这个就会用客家的旁扣嘛，这就想说做号枕，上面加上一个好客。我本身是客家人啊，所以呢，我也比较会想说喜爱自己的文化，把这个文化再用在产品上。一笔一画勾勒，不假他人之手。看见卢瑞春的用心，推动客家文化，卢瑞春闲不下来，还忙着制作香包。你还做了香包，客家蓝山的香包。客家蓝山搭配油桐花，传统中带点俏皮味。虽然我也是客家人，但是我不是那么了解客家文化。了解之后到现在，我变成喜欢上这个文化。喜欢上这个文化，我会变成有一种责任使命感。油桐花产品逐渐赢得外国人青睐。卢瑞春透露，过去他对客家文化的印象是勤俭，现在多了一个名词，叫做国际观。只要在国际上可以提得到、看得到油桐花，人家就会想到这是台湾。5月雪飞散，卢瑞春举起一把，燃起万紫千红，跃上客家彩布。油桐花承载客家情，漂洋过海，也缤纷我的感动时刻。